各位來賓、各位朋友、各位同門，大家好。今日係公元2026年3月21日，一個值得被永遠銘刻嘅日子。伴隨住馬年春風嘅拂曉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官宣，將每年嘅今日定為國際太極拳日。我哋站在澳門呢一片東西文化交匯嘅熱土上，我想同大家講，太極有我，世界有光。呢個唔僅係一個節日嘅誕生，更係東方嘅智慧對世界發出嘅一聲溫暖而有力嘅宣言。點解我哋要慶祝呢個日子？喺我睇嚟呢，佢承載着舉世矚目嘅3重重量。第一重係文明嘅認可，太極拳呢個發源於黃河岸邊嘅古老哲學，經歷咗數百年嘅薪火傳承，佢唔再係某個門派嘅私藏，而係全人類共享嘅非物質文化遺產。今日世界公認咗佢，呢個係一劑能解決現代人身心困境嘅珍貴智慧，係中華文化奉獻俾世界嘅口禮。第二重係時代嘅呼喚。我哋生活喺一個充滿變化、焦慮同割裂嘅時代，然而太極拳教我哋陰陽調和、剛柔並重，喺動與靜之間，喺進與退之間，我哋揾到咗內心嘅平衡。太極正是這紛亂世界中直指人生的解藥，讓我哋喺快節奏嘅生活裏邊收得一份從容與寧靜。第三重係未來嘅約定，設立國際太極拳日，不僅係對過去嘅總結，更係對未來嘅承諾。告訴我哋，人類嘅可持續發展不止於科技嘅飛躍，更在於身心嘅和諧。我哋要以一種更內觀、更包容嘅方式去探索生命嘅深度，去實現天人合一嘅理想。朋友們，呢個日子係無數前輩以畢生心血澆灌出嘅果實。守護呢份遺產，絕對唔係將佢束之高閣，真正嘅傳承係要讓佢喺最鮮活嘅生活中持續生長。作為新時代嘅太極人，作為熱愛中華文化嘅我哋，就係要讓呢一股東方力量從澳門出發，走向全球。讓我哋以拳為橋，以心為引，喺每一記推掌裏邊傳遞和平，喺每一個雲手之間演繹和諧。從今日起，讓我哋做太極文化嘅發光者，因為有我，所以太極生輝；因為有太極，所以世界溫暖。太極有我，世界有光。多謝。多謝晒李明欽理事長，多謝晒李明欽師傅㗎。好啦，嗱咁我哋呢個咧宴會。